生气的大骂道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即使在家把自己想象成了天子，肆意享受音乐，践踏礼制，就是因为济世不仁啊。孔子说，只有内心仁德的人才乐意遵循礼。礼是规范一个人外在行为的标准，如晚辈要给长辈让座，仁则是内心的道德。一个人如果不仁，他不会让座的；如果假装仁，让了座也不会高兴。他若是真诚的想要帮助长者，就会非常乐意的让出座位，这才是仁。那怎样才能够做到仁呢？《论语·礼仁》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这里的道特指孔子的人道。有一天，孔子把弟子曾参叫了过来，对他说：“曾参啊，我的人道用一个道理就可以贯穿起来了。”曾参恭敬地回答道：“懂你。”孔子离开后，其他的弟子都满心困惑，摸不着头脑。曾参便解释说：“我们的老师讲的人道啊，就是忠和恕啊。那忠和恕又是什么呢？忠，心字上边一个忠，本意就是忠心无私。一个人怎样做才算无私呢？子曰：‘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’孔子说，一个仁德的人，自己想要成功，也要帮助他人取得成就。我们要时时刻刻推己及人，自己想吃好吃的，也要把美食分享给同伴才行。自己想考100分，也要帮助同学提高成绩，这样才是忠心无私。那什么是恕呢？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载，子曰：“其恕乎！